台南市自2002年度起，创新推出市长玻璃戏活动，鼓励学生自由发挥创意，甲市长合影，留下独一无二的青春回忆。今年市长玻璃戏第4场活动，23日伫自治高中登场。市长委特特别陪每一位学生翕相留念，也勉励每一位学子勇敢迈入人生当中的后一段考验。今天是我们第4场的市长陪你拍，那我们为了因为今天属于各位的日子，希望我相信各位都是每个学校最优秀的，但是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里面，挑战会很大，竞争会很激烈，但是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克服，那把握一个人生美好的回忆，所以市长陪你拍留下精彩的瞬间。这次市长陪你翕，除了时下少年人上爱手势动作以外，有一寡胆量较大、勇敢表现学生，也要求市长舞刀舞腿电武功，甚至还有学生要求市长陪伊来翕相。黄伟特无第二句话，什么动作拢配合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